过来关心逃走出来人形狒狒这个代志，这经过农业局局鉴定判断，果真是猪尾人形，是一开始所讲的东非人形。农业局昨日透明开始咧出动热显上级无人机，伫中立平镇杨梅3区咧找，不过目前呢无进一步消息。上尾一摆通报是出入伫桃园的新屋一间超商附近，所以讲老乡亲看到伊的踪影，上好赶紧通报，协助相关的单位赶紧甲抓起来。那你去扫那个树，它就会树上会有一个。会一坨这样子，或者它屁股露出来会头。出动感应无人机，若是有生物伫咧活动，镜头得翕到。汤市农业局半暝加班，要来找出这只走路的人形。确认是有狒狒存在的话，我们兽医这一边就会去现场做一个支援。那兽医这边会以麻醉枪的方式，去做一个捕捉。用高科技来斗相共掠人形，10号伫咧桃园平镇，互发现时就一路走。20号伫咧平镇顶行李，嘛是无掠到伊。昨来到新屋尾仔通报所在，出现伫咧新屋梅高路3段一间超商附近。农业局新针对平镇、中立、杨梅3高界5公里的所在大规模搜索。你可以依照距离去调它的磅数。对。那它射程多远？射程大概40-50公尺都可以哦。农业局搁早家己制作包射枪，希望当紧掠到这只人形。也毋过头去宣传出这只人形为6号村走去，即马搁案外案，因为伫咧点名时发现人形的数量若无减，搁颠倒加一只。伫咧钥匙伫咧通报了后，有4只人形出事，这含列管数量有真差。经过一暝调查，嘛是无好消息。农业局嘛讲，这恐惊靠民众来通报，才当紧知影讲伊是走去倒。有事没事，赶紧转开华视。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